典的人手，和宾客安排。宾客？他是我明家旧部，文威殿大火救我逃出升天的人，明忠。既然是保卫你明家血脉的忠臣，那自然有资格以宾客的身份见证明家的血缘。远叔在册封大典的身份，并非是宾客，而是打杂的，运送酒水，以防陛下把我们给毒死。相爷要如此戒备吗？陆川，你老实跟我说，这书信之中，只有方圆一人的罪行吗？相爷在怀疑什么？这书信有来有往，有寄有收，跟方圆联络之人一定十分重要。方圆死于英利之手，而刺客在他死后搜查他在京都所有的罪证，所有的产业，可以见得背后之人就是元凶。那个人急于销毁所有的证据。所向的用意，卢川无从猜测。但书信是东岳所得，他怎么会轻慢您呢？为了心爱之人加以欺瞒，这种事情我以前干的可多了。若是单凭一块玉玺和骨肉亲情，就能让皇帝忏悔，那就根本不用东岳出手，太子就可以做到。他又如何会被软禁呢？这是我模仿自己写的左相书信，为了保险起见，我多临摹了一份。皇上驾到！参见陛下。免礼平身。皇儿，快请起。谢陛下。你应该叫父皇啊！你是不是还不肯原谅朕当年错信方圆酿下的大错呀？君臣之礼不可乱，册封大典尚未进行，况且陛下前段日子不是还要除掉我这个名家余孽吗？唉，都怪朕，朕不知道你尚在人间，所以难免恨错难返，一意孤行。现如今你我父子相逢乃是天意，朕又岂会逆天而行呢？这不，朕依你的请求，在文卫殿摆下家宴，你我父子先叙叙旧，然后再一起前去你的册封大典，可好？谢父皇。那就入席吧。陛下小心。哎呀，今日金玉满堂，你我父子团聚，来，把酒都满上。你们先退下吧，我们自己来就可以了。道乐，你一整晚都紧张兮兮的，你是不是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啊？皇帝把负责守卫的王统领换成了他身边的副将，恐怕还是有所防范。皇帝和相爷积怨太深，有所防范，也不应该是歹意吧？父皇特意在这文威殿举行家宴，足见赤诚之心。
却背负着通敌卖国的罪名。是我们大印对不起他，不是他对不起大印。你言下之意，不是大印对不起他，而是朕对不起他，是吧？陛下，殿下只是回忆往事，并无冒犯陛下之意。是否对得起他，陛下心里应该有数。儿臣只想知道，陛下是否会信守承诺，给舅舅一家洗刷冤情呢？若是朕说不，你会弑君杀父吗？父亲，舅舅有问题。没错，你为明家平反，其实是缓兵之计。你是朕的亲儿子，却任由这个女人拿着方圆的罪证相逼，还伙同陆远同来威胁朕。你心里还有没有朕这个父皇？我早就知道你不会真心悔过。朕对明家一门推心置腹，宠爱优渥，可他明谦却居功自大，僭越成性。朕一次次容忍，换来的却是一次次犯上。不是朕对不起明谦，而是明谦对不起朕。皇宫重地，不得擅闯。大人，我们是来给皇子殿下的册封大典。
陛下。你要干什么啊？佛西，佛西呢？多远？殿下，你平安出来了。佛西在哪里？儿歌毫发无损，眼下正和父皇单独待在厢房之内。他真的没事吗？相爷看出了我们的把戏，但是他知道我们是一片好意，便将计就计了。少主，皇帝虽然害了明家，可是他终究是你的父亲。只要他真心悔过，为明家平反昭雪，少主，不如让真相尘封吧。和相爷陛下关在一起的是我偷用来的54块名家牌位，那便是相爷邀请的宾客。东岳，儿歌和父皇已经在里面待了很久了，眼下能拦住他的只有你。明家的血潮缠绕了冯熙半生，我们没有人可以替他做决定，也没有人可以替他化解。我能做的就只有相信他。我要你忏悔，忏悔到我满意。明谦，朕还记得我们年少同窗时的情谊。朕虽然忍痛杀你，可是朕也痛心，朕也后悔啊。明爱妃，这些年我每回午夜梦回之际，也都想起你，都怪朕权益熏心，误害忠良。若你到了九泉之下，见到他们，还会说这样的虚言套话吗？人死灯灭，朕从来不信什么报应，
也不信什么九泉相见。你已经害死他们这么多年了，为什么还对他们如此怨恨？为什么？朕告诉你为什么。是因为妒忌。明天他百战百胜，明家的光辉盖过了朕的威仪。朕在这条至高至寒的道路上，一个人孤独的前行。为了守住祖宗留下的江山，朕抛下兄弟之谊、夫妻之情，你明白我的痛苦吗？啊！你怨我舅舅居功自傲，无视皇权，在他出征前便处处刁难他。可你知道吗？在他回朝之前，他就已经知道，他九死一生了。没想到陛下对我的猜忌已经那么深了。所谓将在外，军令有所不受。将军，大可不必回朝。你这是要我公然抗命吗？这是陛下苦苦相逼，将军若是回京，恐会不测。是啊，我们明家军和皇帝的军队可以分庭抗礼，将军的声望也是如日中天。我们就在此地安营扎寨，繁衍生息。混账！你们知不知道，京中还有咱们的父母？这是真的吗？我舅舅的为人，你还怀疑吗？他知道自己凶多吉少，但仍对你抱有一丝希望。我的母妃亦是如此。可你呢？你还记不记得，孩子玩耍的时候，他什么都不要，竟然爬上朕的龙案去摸朕的玉玺。当然记得，当时着实吓坏了臣妾。那玉玺可是他能动的，不过幸好陛下没有怪罪。怎么会怪罪呢？朕疼他都来不及呢。这是朕特意找人为孩子定制的，朕连孩子的名字都想好了，就叫喜儿。喜字太过醒目，恐怕会招惹流言蜚语啊。怕什么？朕就要天下人都知道，朕最爱的就是喜儿。哎呦，喜儿乖啊！哎呦，喜儿乖，喜儿，哎呦，哦，笑了。哎，你看，喜儿笑了。但我现在一看到他，却只能看到你的虚情假意和冷酷绝情。你是我的杀母仇人，但也是我的父亲。你是万民之主，我若杀了你，
会让百姓陷入水火。儿啊，你干什么？儿啊，儿！既然我滴血还父，你我之间一刀两断，不再是父子。这份绝情和这个身份，还给你。儿啊，儿，喜儿，少主，没事吧？陛下，陛下，结束了。袁术，你身份特殊，不宜在宫中久留，去找王统领出宫吧。谢谢你。若不是你陪在我身边，我根本就没办法放下心中的包袱，也放不下自己心中的仇恨。你大仇得报，心愿已了。我们走吧。好，我们出发，重新生活。陛下，陛下，快传太医！父皇！陛下，父皇！父皇！看皇帝的状况，应该是服用丹药过度。我观察了他的脸色，他应该早已毒入膏肓了。看来这家宴上的毒酒，不仅仅只有我们一份。你说什么？刚才高公公为我和东岳倒酒，而他自己却喝的是河谷道人给他倒的酒。父皇闭关多日，就是因为在终南山请了这个河谷道人。我一直觉得他身份非常可疑。这河谷道人，应该是陆远通安插在他身边的细作。皇帝此时驾崩，陆远通一定会乘虚而入。当务之急，必须要封锁消息。还有星耀，你不能留在这儿。为什么？皇帝一死，最大的受益人是你，最大的嫌疑人也是你。你必须要走，不然会落下口实。不，我不能走。我一旦走了，这弑君的罪名，你们就坐实了。天大的事，天大的事啊！究竟是什么事啊？这是什么事儿？陛下，陛下，太医，陛下怎么了？太医，太医，陛下怎么样了？陛下怎么样了？陛下他驾崩了！陛下，陛下，为什么会这样？陛下刚才还龙体康健呢。陛下变身换紫，双眼泛红，口鼻流血，是中毒之状。太医，你是说陛下是被下毒了？别妄下定论。前段时间陛下闭关炼丹，也可能是误食了丹药。诸位大人，相信你们都看到了，刚才陛下进文卫殿之前还好好的，分明就是这段时间遭奸人所害。啊！是谁害的陛下呀？谁敢如此大胆？作死！区区一个河谷道人，
你竟敢在这里大放厥词，妖言惑众！你陛下驾崩了，你们这些身为臣子的，就知道妄议是非，不觉得枉为人臣吗？随我将父皇的遗体送回寝殿。太子殿下，若在此时就这么带走陛下的遗体草草了结，恐怕会惹来非议，说殿下您做贼心虚。谁是贼，我自然会查个水落石出。现在这里还轮不到你说话。殿下，此事非同小可，不管这道人所言是真是假，都应让大理寺查个清楚。在此之前，这殿中的人或物都不可擅动。委屈殿下暂留此处，配合大理寺查明真相，给天下百姓和文武百官一个交代。请殿下留步。不用再查了，这皇帝是我杀的。你胡说什么？你刚刚跟陛下父子相认，怎么下手杀了自己的父皇？他是我的父皇，但他杀了我母亲，害死明家上下，我与他不共戴天。你不是？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是什么后果？二皇子殿下，你的言下之意，陛下是你一人所害，但太殿下，您是储君，既然他们二人已经认罪，您看该如何处置他们？将他们二人打入大牢，我亲自审问。是。来人，在！将他们二人押入大牢。是。走。走。把信带出宫，托人连夜快马加鞭送往定远侯府。是，师父，你不和我一起走吗？我要先去把陆世子救出来，确保侯爷无后顾之忧。在界南客栈等我，救了人，我自然会去找你。明白了。记住，小心行事。去吧。东渊，你还是那么倔强。你跟我一起承担罪责，只是多死一个人而已。当时在场的，除了皇帝，只有我们3个人。若我跟太子殿下都不是同谋，你根本刺杀不了皇帝。相反，
他们还会起疑心。东远，我原本会担心你这莲藕身，我担心我自己会慢慢变老，而你永远是这般模样。但是此刻，我多希望你这莲藕身发挥它的灵力。曾经只手遮天的冯相爷，现在也要借助怪力乱神一说了。将他们2个带去秦房，太子殿下有话要问。